今日係第3集，我哋講下洋葱嘅食法大忌同埋正確食法。大忌1，千祈唔好信浸水去味，咁樣做會洗走晒對身體最有益嘅硫化合物、殺菌同埋抗癌嘅成分，分分鐘拜拜晒。大忌2，以為食洋葱圈都健康，炸洋葱圈嘅油同埋粉糊先係健康嘅兇手。想食得健康，最佳嘅做法係生切，加落沙律夾三文治，或者攞嚟加落啲湯度，加埋啲薑葱，仲更加正。至於揀洋葱嘅小貼士，我哋買嘅時候要揀佢外表堅硬，摸落去唔好軟腍腍。洋葱皮要乾爽冇爛冇黑，先至係上等嘅靚貨。要有效通鼻護心，穩定血糖同埋提升免疫力。只要將洋葱融入每一餐，就可以幫血管清垃圾、腸道暢通，養成唔容易感冒嘅好體質。有啲人食完洋葱之後怕有口氣，其實呢陣味正正係洋葱揮發緊佢啲消炎功效嘅健康證明。今集即係第3個問題，洋葱入邊邊種天然成分可以幫忙滋潤腸道嘅好菌，促進腸道蠕動呢？感謝大家3集以嚟嘅支持，只要答啱晒3個問題，喺留言區留言88，而且3集嘅答案全部答中，最快喺留言區留言嘅20位，我會送一份精美禮物俾你，名額只有20份咋，快啲留言啦！同 Beyond 一齊滋養身心。